5月份的放学税开始征收，在政税不局为着要让民众更方便的纳税，除了用较早的纳税方式以外，更会当透过一只扫税单顶悬的 QR code， 使用网络纳税。那如果是说你超过5月31号缴纳的话，我们就会每3天的话会加征1%的滞纳金，最高会加征到10%。然后我们现在的话有很多便捷的那个缴纳方式哈，我们可以透过那个网络缴税的服务网站哈，来透过用信用卡或是金融卡，然后用行动支付来缴纳。那也可以，就是说，我们可以透过就是说我们的手机，或是说你的行动装置去下载 APP， 然后就是直接来扫描我们缴款书上的 QR code， 就可以来缴税哈，都是非常的便利哈。那当然也是可以来到我们的那个地方税网络申报的一个平台哈，来做一个线上查缴税。提供多元的纳税服务，会当让民众减少出门的机会。纳税期间嘛是到5月31号截止。伫咧6月1号到6月3号纳税的民众，算过期，但是未增加滞纳金。另外，针对若是因为确诊或者是需要居家隔离的民众，唔免事先申请，就会当延到6月30号进前才来缴交。事后咧报税的时阵，才来提供相关的证明文件，提供予经济方便的服务予民众。就是市民朋友哈，因为现在疫情非常的严峻哈，如果是说在那个受到确诊哦，就在居家治疗，或者是说你有居家隔离或是检疫者的话，如果你在这段期间，在5月31号这段时间有收到这些情况的话，其实我们的房屋税的缴纳哈就会延到6月30。可是要跟市民朋友提醒，并不是全面的展延，是针对确诊者、还有居家隔离、还有检疫者，然后也是要跟市民朋友来特别说明，假如是说你6月30号，如果那天就是还在居家隔离、检疫或治疗的时候，你也不用担心，就是完成了整个治疗结束再来申请的话，它会从譬如说你是6月5号才接受治疗完成的话，就会再从6月5号给你展延20天。当然，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